2026年，既然國家已經係出台咗係響1年裏邊係放7萬億，嗱呢個7萬億係好緊要嘅嚇。咁你揾翻，如果我哋睇翻咧，昔日咧係2010年放咗係4萬億，係帶嚟咗一啲乜嘢咧？2017年嘅時候 GDP 增長係14%，當其時去到2008年嘅時候咧，係嗰個 GDP 同埋個產業咧斷崖式咁下跌嘅，去8嘅方面嚟講，當其時係出到呢個係4萬億咧，係救咗中國好多企業嘅命啊！咁與此同時嚟講，2009年、2010年咧，亦都係去翻上去9.5啊，去到10嘅啊！咁從中嚟講咧，亦都係輾轉咧，就帶嚟咗一個叫做係中國嗰種騰飛。咁當然就係有利同有弊啦。咁利係咩咧？利係當其時2008年嘅時候，如果頭上揸咗物業嘅話咧，跟住係去到呢個係2000年咧，2020年咧，10年之間裏邊咧，你嘅物業咧係升咗10倍。但係我哋叫做係有啲朋友冇受到呢個係咧，佢冇上過車，佢仲係喺度打工，佢仲係喺度付緊房租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係落後咗人哋10年。咁但係金波嚟講，喺2026年1年裏邊放7萬億。大家會睇到咧，就係嗰個未來嗰種係經濟同埋未來嘅週期咧，會越來越短。咁與此同時嚟講，我覺得如果你手頭上係冇物業冇上車嘅話咧，你將會係錯失呢波咧係資產增值嘅洪流嚇。咁我亦都係好彩嚇，響呢分鐘嚟講，對國內各城市都非常之了解，亦都呢分鐘我哋見到。叫做係深圳啊、惠州啊嗰個係城市優質物業嘅去化量去得非常大嚇，咁亦都睇緊啲數字咁所以嚟講，我哋睇到數字裏邊就市場係改變啲，因為普通人對市場唔了解，佢只會睇視頻睇人哋講啲大環境嘢，但係真係每一個地區嘅城市佢嘅一手二手嗰個變化有冇人講俾你知？如果你唔知呢分鐘已經非常之犀利變到。